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仔日9月14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先开始来关心美国8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是8.3%，这是比市场预估的也搁较悬，显示通货膨胀同款也压袂落来。联邦准备理事会伫后礼拜三会升利息，打算要升3码，看这个办势应该就是会升利息。即马市场已经先烦恼咧等。拜二的是美国股市三大指数收盘是青顺顺，其中道琼指数大落1276点。美国劳动部13公布8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8.3%，比市场预期8.1%较悬。就算汽油价格继续下降，不过整体8月通货膨胀反映出美国民众生活开销，包含食品、大价数甲医疗费用依然正悬，这也表示美国联准会下礼拜货币政策会议一定会升利息3码。专家认为，大部分认为汽油价格落落去会带动其他物价斗阵啦。不过8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比预期较悬，什么拢起就是薪水无起，也显示通膨降温还有真长时间。升利息的措施短时间内恐惊真歹收煞。You'd see that inflation looks much more persistent than what the markets expected. Housing prices are up 6.2% from a year ago. Housing represents 41% of all consumer expenditures. If you want to bring inflation back down to that historic level of 2%, it's almost impossible to do so if housing costs are this high. 华尔街意识到通货膨胀并无亲像预期放慢，美国股市13创2010年6月以来上大落的幅度，道琼工业指数落1276点，标普500指数落4.3%。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当再来关心天气，每回风台离开咱台湾，今仔日水气会减少，只有北部、东北部有短暂阵雨。另外，第14号风台南马都透早时已经形成，不过暂时对咱台湾无影响。咱先来看云图。今仔日各地大多数拢是多云到好天，只有北部、东半部会落短暂阵雨，过昼熬落西北风。今仔日各地温度卖回升，不过早时暗时温差会较大，透早的时低温是22度至25度，日时的高温大约是32度至36度，其中台东、花莲、创国高温有机会到36度。若明仔载到后礼拜一，水气拢会减少，各地拢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温度嘛会回升。另外，第14号风台南马都伫透早已经形成啊，强度会继续增强，有势会行向日本去，会往北，对咱台湾暂时无影响。来关心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已经宣布讲，对今仔日开始，咱台湾人去日本的签证会当伫网络顶头申请电子签证。伊若是观光签证，也是爱由日本国内的旅行社做担保才会当申请。咱旅游业者就分析讲，即马日本已经愈来愈往自由行啊，伊嘛期待刷落来会当继续开放。来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申请签证的民众人排甲真长，耐心听候。目前办理去日本的签证，爱事先预约，再个依照时段分流到现场办理。预约的时段已经到10月27以后，不过9月14早起11点开始，就当改做申请电子签，唔免搁去柜台办理。电子当然会方便很多啊，像我这样就要跑好几趟嘛，对，而且他们用 email 排队就会比较久一点。我们是团体，有先预约做超过半小时到1小时，可是其他的感觉都排很久。日本台湾交流协会表示，10时开始对台湾去线顶签证申请，也甲电子签证发放，包括商务、留学、探亲、观光拢适用。不过个人关心的观光签，也是要由首府制证才会当申请，必须由日本国的旅行社担保。伫健康确认系统进行线顶申请，也就是讲，也是要由日本当地旅行社担保，才当申请到观光签。甲民众期待完全自由行也是有差。缩短大家的作业之外，也可以免去掉很多的一些不必要的舟车劳顿。旅行社的受付寄证，也就担保相关的信件呢，还是需要来准备。很可能很近的将来日本将可能开放，不管是自由行或是免签证而不像是现在的限制多的状态。
旅游部落客分析，日本对台湾开放电子签证持续往边境放链方向行，国家日币即马正俗，而且日本政府应该趁这个时机开放国际观光客去消费，开放的倾向正明确。看好这个机会，国际航空、成武航空宣布伫10月28开Okinawa、札幌，这拢是疫情前国人真介意的旅游地。对日本渐渐放链，咱国是毋是嘛会对顶开放？这位重心是讲会持续互惠免签国家，包括日本。已经伫进行规划。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昨下晡台北捷运有一个查某乘客坐捷运的板南线，坚持唔挂喙罨，甚至搁伫车厢内屁屁叫，尾也是互警方强制压落车。即卖依照团长病防治法封开罚单。一名女性乘客未戴口罩，搭乘市政府站往忠孝复兴站列车，捷运接获通报后立即到场。为该名女乘客拒不配合，并拒绝出示证件及身份资料，经通报辖区到场查证身份，并即刻请该女子离站，避免影响旅客搭乘安全。这个查某乘客情绪无啥稳定，骂讲路财才爱挂喙罨，搁要告边仔的人妨害自由，尾也是互警方压落车。台北捷运公司是表示，希望乘客拢爱配合，甲喙罨挂好势。啊，若口勸唔听食，相關会罚15000塊。来关心疫情，咱国内本土病例伫昨昏是新增加46795例，这是比顶礼拜加倍3成。领抗病毒药物的民众嘛创下新高。疫情指挥中心是认为讲，这是年假过后的效应，高峰期即马应该会伫9月中过后出现。我们上一周的话，中秋连假结束了后，疫情清悬，指挥中心公布13新增加46795例本土病例，单日确诊数创下这届疫情以来的新高，甲顶礼拜比起来增加28.6%，是毋是已经达到高峰？指挥中心表示，因为3天连假确诊有淡薄回升，不过目前也是预测高峰会伫9月中下旬。连续3天的一个连假哈，那原本在连假的个案都有可能在星期二这边每天增加10%哈，所以跟这个前一周上升的幅度是差不多。除了确诊数清悬，口服抗病毒药物领用也伫12创下6月27以来新高，拢总8816个人领用。当时中和感染个案完有增加，累计已经有14427个人。指挥中心也再次说明，中和感染认定镜头恶化是关键。认定来讲，就是要有症状，而且这个症状呢，跟先前那一次比较的话是新的或者说是有变恶化的一个情形的话，都可以算。外界嘛关心次世代疫苗什么时阵开始做？目前是敢若开放65岁以上，也加医护人员2种人，是毋是扩大到18岁至49岁？指挥中心也保证袂互大家等到年底。第一梯次跟第二梯次去打。那我们会再安排第3梯次去打，好，那就是其他的这些人，我想我们也会再做进一步的安排，不会等到年底。若是 BA.5 双价疫苗到货时间，王必胜是讲需要听候提供文件完整了后，才会当评估，时间真歹预测，恐惊都要等到今年11月以后。记者综合报道。世界详情，咱同齐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中国时报》。BA.5 疫情要进入高峰期，卫福部打算对明仔开始要限制用公费领清关1号的对象。台北市的中医师工会就呼吁卫福部爱全面解除限制。严格指挥官王必胜是回应讲，新规定会先实施2礼拜，才搁变看安怎调整。来看《联合报》，美国参议院伫今仔日会审议台湾政策法案，这项法案会头解提供台湾军事援助的资金。也毋过，即马中国伫透地扩大对台湾的，伫透扩大军演，恐吓咱台湾。即马大幅度来改变美台关系，美国各界对这法案的内容，即马拢也阁有一寡争论甲争议。有人是烦恼讲，这项法案会刺激北京，也毋过北京嘛有强调讲，美国一定会支持台湾。来看《自由时报》。苏林地检署侦办中国企业违法伫台湾的营业活动，认定香港的新源公司伫台湾的分公司受中国新源公司的控制，依法起诉咱台湾这边分公司的总经理詹俊才，嘛建请法院爱没收中国新源不法所得8亿8千万。
来关心选战，新北市长的选战，民进党的参选人林佳龙即马是问讲，新北市长侯友宜当年咧依法掠电南用的时间，真正心内会得过。侯友宜的竞选办公室即马是批评林佳龙是咧找机会来政治操作。要毋过林佳龙甲电南用的家属是批评讲，伫当年咧处理电南用即个案的时阵，有3个方案通选，为虾米侯友宜要经上激烈的方式来处理？新北市长选战正济，主张带到电南乡自焚事件，正做选战焦点。民进党参选人林佳龙12即问对手，新北市长侯友宜当年依法掠电南乡，是毋是本心有愧？民进党机关13也伫质询台顶悬询问，即马闹共款的代志发生，会如何处理？侯友宜表示依法执法。在2022年，如果发生类似的状况，我们还会有相同的处理模式吗？2022年的话，我们如果说今天是警察同仁在执法，那我们按照现有的警察人员的执法、司法体系，大家按照我们现有的制度。侯友宜强调，依法行政是公务员应该有的态度，不管是中央或者是民进党等党派执政，拢应该依法行政。侯友宜竞选办公室是反倒来批评林佳龙为选举，一直照已经过身的人进行政治操作，唔通将选举的考虑建立在家属上听，甲引起社会对立之上，这为说服电南用家属真不满。有最平和的方式，等待郑南榕自己出来；也有最激烈的方式，是用军警以及政报等强力的情势去拘提他。能不能够请你告诉我，当时候为什么要采取这么强烈的措施？电南用基金会声明指出，对侯友宜竞选办公室的讲法感觉真遗憾。侯友宜面对历史讲，依法执行这言论，其实是回避责任。侯友宜表示，伊相信民众有一定的公平。记者综合报道。那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张万安，伫昨昏伊是发表新创政策，要协助新创业者。那无党籍黄珊珊嘛有公布伊的智慧城市政策，要透过科技来增加公民参与。那民进党的陈市长伫昨昏是去南机场参观社区的关怀据点，嘛伫现场佫一摆针对预防车采买争议进行说明。我可以深刻体会到新创团队、创业家在草创初期的艰辛。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张万安13发表新创政策，讲到以前做律师的时协助新创业者的经验。伊表示，新创团队上接拄到资金甲人才的问题，而且张万安认为新创团队上困难的就是接到第一笔的订单。伊讲市府会使加做因的头一个人客。透过委员会或者是专家学者以及市民共同认可，符合一定的资格，才能够得到市府第一笔订单。透过网络，就会使参访无党籍黄珊珊的竞选总部，看到伊所提出的政策。黄珊珊嘛，伫今仔日提出伊的智慧城市政策，讲要透过科技增加公民参与，改进行政流程，而且嘛要降低无共年会的所谓落差。有很多社区，包括里长，其实都在做这些数位的教学。那我们也很多的社区关怀据点，我觉得都是让他们能够进阶，基础建设完整了，当然这个数位落差就会慢慢的消弭它的 gap。同一天早时，民进党陈市长到南机场的社区关怀点参观，做政策的参考。不过，陈市长受到质疑，伫担任疫情中心指挥官的时，有阻挡疫苗进口。陈市长搁再驳回，疫苗是我们在防疫抗疫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战略物资。我当指挥官欢迎都来不及了，怎么可能会去挡？所以这样的一个讲法，坦白讲，在不合逻辑之下，确实会让人家感觉到有一点不平跟生气。黄珊珊表示，若是陈市长无挡疫苗，嘛希望伊甲大家说明到底是啥人咧挡。张万安嘛讲，人民无遐讲，一切行为都看伫眼内。选举讲红就算现主时，陈市长已经无做指挥官，过去的决策也是受到检视。记者国民电视随郑派文台北报道。国际上要紧，加上请咱同齐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全世界确定病例超过6亿例，死亡人数超过651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
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47051例。目前咱台湾即阵总病例数加共已经超过575万例，日本超过2000万例，韩国超过240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的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法国。美国超过9700万例，印度超过4400万例，法国甲巴西拢已经超过3400万例，欧洲的英国超过2300万例。继续关心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伫册被过身，14个大英国协当中有一寡成员国内底的共和派是希望讲借即届的王位转移的机会，要废除君主立宪的制度。英国内底的苏格兰嘛有可能会阁提出独立的要求。另外，即阵澳洲甲纽西兰嘛希望会当脱离君主制度。虽然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甲苏格兰有密切的关系，册尾搁较伫苏格兰的巴尔莫勒尔堡过身，毋过女王的岳母12经过苏格兰爱丁堡的时阵，一名查甫人当场抢队伍中的安德鲁王子。也毋过，美声音随即互现场添油国王的口号冚过，这名查甫人也放带入现场。苏格兰在伊庆祝查尔斯3世国王登基的典礼，现场搁较互民众举共和甲反王室的标语。虽然查尔斯3世12前往苏格兰议会，也换成传统的苏格兰裙，也毋过专家认为，虽然查尔斯3世继位会有一段灭绝期，也毋过将其尾爱面临苏格兰伫2014年独立公投失败了后，再一次的独立要求。And I think the whole question will be how much can Charles build his bonds with them? What bonds does he have? You know, that will then be one of his tests, that's for sure. 女王册被过身，加勒比海大英国协成员国之一的安蒂卡加巴布达随即宣布3年来举行改制共和的全面公投。也嘛加8月的民调显示，56%的民众支持废除英国君主立宪的体制。This Commonwealth of Nations, that wealth belongs to England. That wealth is something we never shared in. So for us in Jamaica, the monarchy is a harsh reminder of our unfortunate past. 另外，澳洲的现任总理艾班尼斯长期拢支持国家改造共和体制，也答应一旦得到连任，将举行改制公投。纽西兰总理阿尔登昨日表示，纽西兰短期内未寻求改变国体，不过纽西兰将机会也会成做一个共和国。现阶段看来，查尔斯3世真歹展现甲女王同款的亲和力甲凝聚力，也互大英国协的未来增加未少的变数。公司新闻景完看编译。继续关心斯里兰卡政府都咧无钱啊，搁向中国借钱借上亿美金，起一座新地标的关塔。原本是按算讲拜四的时要启用，也毋过即马起好了后，发现讲原本即个关塔是要改善电视信号，也毋过却无法度，所以即马国部长甲转做观光用途。斯里兰卡这悬差不多350公尺莲花塔，有视野真好的观景台，因看过科伦坡甲印度洋，顶悬也有景观餐厅，因伫遮做花林茶。这部从北京中央电视塔起的新地标，看起来是真水，煞互民众批评是好看尔。这关塔是中国伫斯里兰卡一带一路的建设之一。2011年前总统马辛达拉贾帕克萨连任来开始动工，举债1.13亿美金完成完工时所发现，透过这传输电视信号无法度轨道拢有，也无法度改善目前为斯里兰卡中部一粒山传送出来信号，是一个无路用的电视塔，而且起的时阵一直有贪污的建销带传出来，营运单位只好决定转型成做休闲观光用途。When you take other countries also, you can't recover quickly. So at least we have done a model, business model to run this place without a burden to the country again. 这莲花塔按算第拜时正式启用，搁对外开放，部分民众希望到时阵引起外国观光客增加收入。දැන් ඉතින් හදලා ඉවරයිනේ. දැන් කරන්න දෙයක් නැහැ. මේකෙන් අපි දැන් දෙයක් කරගන්න තමයි තියෙන්නේ. වෙච්ච දෙයට අඬලා ඉඳ අනන හැමදාම ඉඳලා වැඩක් නැහැනේ. මොකක් හරි දැන් අපිට මේකෙන් ප්‍රයෝජනයක් ගන්න පුළුවන් දෙයක් කරගන්න තමයි තියෙන්නේ.
事实上，在马新达2005年到2015年统治的10年期间，为中国大量经济基础建设大部分拢是失败，甚至乎斯里兰卡在2017年只好将这清水港租予中国99年。目前斯里兰卡欠中国政府占偌济510亿美金的1成以上。批评人士认为，斯里兰卡经济崩盘相当程度是甲中国一带一路有关系。公司新闻将回应评价。继续关心亚马逊的创办人贝佐斯投资的太空飞行公司纳什起源，12时是进行新雪帕德号火箭无人飞行的任务，也毋过才拄发射出去1分钟尔就出代志，推进器导火烧，加在太空舱有顺利降落。即马事故的原因，公司是还未对外说明。Command engine start. 2, 1. 纳什起源旗下的新雪帕德号火箭发出大声音，启动了后发射升空。当计时器行到1分04秒的时阵，连接太空舱的推进火箭底部突然呛出火，接落来规只火箭着火，太空舱随即启动导升系统脱离火箭。火伫20发秒了后渐渐化起，太空舱伫2分04秒弹射出降落装备。It appears we've experienced an anomaly with today's flight. This was unplanned, and we don't have any details yet. But our crew capsule was able to escape successfully. 最后，太空舱坠落伫沙漠内，因为是无人进入，包括地面甲空中拢无人损伤。新雪帕德号是会当回收的火箭，即摆搭载太空总署提供的实验器材，原本计划伫太空平原的无动力环境进行测试。这是累计23座飞行的新雪帕德号头一摆出代志。美国联邦航空署 FAA 已经下令伫调查结果出来进前，新雪帕德号暂停飞行。纳什起源是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所成立，主要是推广太空观光飞行。新雪帕德号伫2001年头一摆执行载人任务，伫离地球100公里的近地次轨道进行飞行，乘客当感受到短暂的无动力状态。到达已经有31人坐过，贝佐斯是头一批乘客。乘坐争霸战的库克艦长威廉·薛特纳也受邀体会太空飞行。这是3马国之间的太空任务机连续拢无啥物顺利。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的阿提米斯1号登机起飞任务已经2摆，因为液态氢弹药外射的修复需要更较侪时间测试。NASA 伫12宣布关定9月23的发射任务改改到27，也无排除延到10月7。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棺木昨昏是以军机送登去伦敦，刷到北京汉宫。沿路有侪民众伫风雨当中向女王致意。来关心韩国中秋的连假过后，疫情阁严悬，第13昨昏过一日，新增加9万外人确诊。专家即马是预测讲未来这几天确诊人数会阁继续升悬。来关心美国的参议院伫今仔日的新台湾政策法案。那北京对内容也有一寡疑虑，也毋过嘛有强调讲一定会支持台湾。镜头搁转来，咱来关心本土语言。第一个学期是必修课，高中以下拢爱读。就算讲教育部已经有培训5000个国中也是高中现任的老师去考本土语言的认证，也毋过以台语做例。即马伫台东、花莲甲嘉义计共有6个县市，拢也无高中的现任老师有摕到资格。即马是爱靠教学支援人员来教，甚至讲有的学校佫找无合格老师，也是这教学支援人员，就改用直播和学生囡仔看影片的方式咧上课。也毋过教育部有强调讲，所有的器材也个老师拢已经准备齐全。未少高国中多年来以社团还是单性学习领域推展本土语，因为111学年度起，本土语来自高国中小必修，学校鼓励现职老师参加培训出题认证，也毋过爱中高级认证有一定的难度。以闽南语甲客家语来讲，台东花莲嘉义等县市无高中现职老师出题闽南语认证，台南南投有11县市高中无客家语现职师资。现在高中的一个多元选修，其实老师也要负担很多的一个课程，你还要再去做这方面的，确实是在整个的一个人力还有老师的一个能量上，确实是有它的一个问题。北市华山高中也以教职人员引用，也毋过校长讲，7年级有4个班，多数学生选闽南语，爱1位教职人员，选客家语有3个人，因为2个腔调。
爱2名高级警员，另外1位学生虽然阿米书记爱1名高级警员。我觉得我们学校还有交通地利之便啊，好，所以这个部分也会比较吸引老师愿意来帮忙。偏乡适合，因为学生少，也是特别举证，无聘到本土技术组，以直播局学应用。教育部统计，闽南语甲客家语拢是高中属济，分别是94校甲124校。原住民族语以国小322校上济，各高中加总也有264校。国教署长潘副官表示，器材甲协同教师已经拢有啊。两边都准备好，教的这一边的老师的协助，跟现场端也要有协同的人也都准备好。针对客语第7册民间版本，未当伫开学进前完成审查，选用学校爱改选部编本。潘副官表示，家因会尽量帮忙。另外，主管平台也有部编本数位教材。伊强调，学校第1年真辛苦，国教署会尽量斗3工，也毋过全教总认为，整体来看，政策推动犹原是伤紧伤急。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国防部即马正咧规划新的做兵的时间，有风声讲会对即阵4个月延长到1冬，按算伫2024年开始实施，也就是2006年了后出世的查甫囡仔有可能就适用新的制度。也毋过政府嘛有强调讲，目前也咧讨论，也未定案。两岸局势紧张，原本义务役爱做4个月军事训练役，是毋是会延长1年，一直是外界关心的焦点。国防部年中成立专案计划管制室，研究义务役役期调整专案计划，团队会伫2023年公告，1年后实施，2024年正式上路。代表2006年以后出世的男性，可能都会适用新制。通常我这个年龄层的人一定是会反对这样，因为不想当那么久的兵。但我觉得以国家整体的局势来说的话，其实我是倾向支持的。4个月对于一个男生来讲，他没办法成为一个该有独立的男人的体魄跟责任感。兵役是不是确定延长1年？总统府回应，目前国防部也未定案，暗过强调役期长度必须符合无对称作战思维。不过新制呢是明年公告，后年就要实施，相关配套都要赶紧做，包括军事官训练人员为倒来，身份、个人装备武器、训场整建，也甲课程安排是不是满足分量？经空军副司令张元定指出，国防改革袂当讲做随做，敢若营舍数量不足。照顾一男生活都是一大问题。现在要训练让大家成为什么样的战斗的水准？是一个合格的步枪兵，还是他要去做一位炮手，还是要做其他的任务？没有个3-2年、3-5年下来，这些营舍不是光只是营舍盖好它的硬体的设施，包括里面的这些一人一铺、一桌一柜等等，这些都还是相关的软体的设备有没有用好？有没有准备好？参酌国内外各这样的意见，来做出最后的决定，会比较妥适。所以我们支持这样一个专案办公室的成立，我们会予以监督，希望能够尽速去提出国防部的版本。若是武器装备，好亲像卫国部明年预算看会出来，陆军计划买榴弹发射器、榴弹机枪、底枪，也甲中型迫击炮，这拢是要求1年内爱买好，互外界解脱可能因应兵役调整，提早做好准备。记者综合报道。政治的消息继续关心，台北市长郭文典伫任内上尾一届的总集选昨昏结束。针对最近采买预防车的争议，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有回应讲，起效才会去动民间买预防车。郭文典颠倒是问讲，所以即马是证人毋对，敢若伊讲的拢对。啊，那已经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胜是搁一届飞回讲，绝对无人去阻挡买预防车。总统府嘛有发出声明，强调这是政府和民间团结合作，唔通因为选举就摕这款议题来做文章。感谢大家过去8年的努力，谢谢。台北市长郭文典结束任内最后一摆市政组集选，因为郭文典过去真侪摆公开表态，下落市长了后，后一步向准2024总统大选，各界也关注竞选总部地点会伫倒位。我都还没去看呢吗？我讲要先筹到钱才有办法租，好不好？最近要目标加做首都选战攻防焦点，将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回击。向外加动目标的讲法，郭文典表示未当接受。您对于他这样子的一个澄清，你可以接受吗？不接受，常常是这样。他说他没有打疫苗，可是当开始很多人都认为他打疫苗的时候，那就这样。难道我们所有人全部都错了，只有他一个人是对的？针对采购前期，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胜高亲自澄清，绝对无人卡疫苗例外。民间管的疫苗是公司合作的典范，无应该防恶意操作。这3个单位他们签约要买这个 BNT
签约完成哦，我们觉得他可以进来的时候，我们还买了小菜在指挥中心自己吃哈，来做庆祝。你说谁卡这个疫苗？没有人卡这个疫苗，大家都衷心希望这个疫苗赶快进来。总统府也发5点声明，强调政府无主动疫苗，是政府民间共同解决问题，也是政府民间团结协作的防疫典范，不是分化互相的选举攻防。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咱全台湾传理长女性的比例是敢若16%，有妇女团体专工举办女性传理长培育工作坊。目前有训练出30多个女性，嘛要伫年底时拼各地头传理长的选举，希望提升女性伫基层的参政比率。女人当家，从你做起；女人当家，从我做起。30几个女性传理长参选人也基宣示因要当选的决心。台湾妇女团体全国联合会举办女传理长参选培育工作坊，希望冲破目前女性传理长敢若16.6%的比例。女性的职工有70%左右，但是呢，到管理阶层啊，比如讲理长这个该站的时阵。人就变少，这可能就是讲，因为咱传统的拢是那个查某人，就是爱负担的照顾家庭照顾的责任。1、2、3，走！打破女性伫厝里照顾家庭的刻板印象，这个女性参选人来自各地，年岁经验拢无同，有退休咧顾孙的阿嬷，嘛有转去故乡开咖啡厅的少年人。不过，因拢同款有一片为公众服务的心。我感觉讲，我即个做阿嬷，我袂使咧干那讲享受人生，逐工吃完了，我感觉迄无味啊！我应该为我家己的老年，甲为我囡仔的未来，甲我的阿孙啊，伫这个社区定做一个足宜居的社区，互大家大安尼。街头拜访的时阵，就得想讲，你遮细汉，你敢知你要创啥？你出来选选就你敢知你要做啥？然后我就是甲我的政见、甲我的理念，都是一个甲因讲，我希望这个社区、这个征头会当愈来愈好。妇专会理事长陈秀芳表示，这个工作坊邀请专家甲有经验的传理长来分享，互这的女性参选人会当学习参考，而且参选人之间互相讨论甲支持，互因袂阁孤单，伫参选路上行了阁较实在。记者林书豪、谢桂林新北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台北市警察局艋舺分局传出有警察去阿公店啉烧酒，佮拍来陪酒的小姐。阿拉艋舺分局昨昏有对外说明，表示经过调查，警察确实有出入不应该去的场所，会严格查办。有关本分局侦查队郭姓等3名员警，于111年9月9日晚间，非因公涉足有女陪侍饮酒店，本案本分局主动调查属实，从严从重追究相关人员责任。这件代志会互压出来，是因为有人伫网络顶头指控艋舺分局的警察去阿公店啉烧酒，去酒空拍陪酒的小姐。若对监视器的画面，会当看到3个警察有出入阿公店的包厢，也内底有一个警察因为啉烧酒醉，大声咧讲骂。因为指控的人有讲警察有拍人，也毋过艋舺分局是赔回讲，无发现有拍人这款代志。也毋过这警察无应该去这款场所，所以内部会严办。在地上大条来关心苗栗造桥的昆有事业废弃物的坑埋场，已经争议20多冬啊。同意设置的文件9月14日今仔日就会失去效力，代表讲这场抗争就要结束啊。当地民众是讲，总算会当看到抗争圆满的一日。只是讲这20年来，真侪同齐抗争的厝边隔壁，有真侪人即马拢已经无伫咧啊。抗争拖甲遮尔久，因是讲想了嘛延期。昆有科技公司伫苗栗造桥，设置事业废弃物坑台场。当地龙兴村的村民组自救会，抗争20多年，而且伫今年7月2日拍赢关键的诉讼，地主业者试运转的计划就要结束。也若同意设置坑台场的文件嘛会失效。一个65岁林先生怨叹讲，幼年抗争的少年家，那已经目白喙手白，总算是等到这一天啊。老一辈的几乎都挂了啦，现在我们当初比较出台面的话剩下没有几个。不过同意设置的物件，原本9月14翻点过就会失效。苗栗县府即马所解释讲，环保署是去年9月13公布修正的公营民营废弃物程度处理机构管理办法，法规爱为发布迄天算起，第3天才有效力。
所以到15才会正式失效。就法规是自发布日起算到第3日才发生效力。许可管理办法是在110年的9月13号修正发布嘛，那发布后的第3日就是会在110年的9月15号开始发生效力，推算1年的期限届满日。反昆有事业废弃无坑大场自救会表示，对民众来讲，官府早就已经无信用啊。那照行政流程，昆有是已经无可能摕到处理的许可。那原本按算14早起召开抗争胜利的记者会，会照常举行。一部分人就是说非常高兴嘛，毕竟纠缠他们20多年的那梦魇落幕嘛。接下来他们如果要跑的话，就需要跑环评。那但有一部分的人就是对政府比较不信任的话，就会觉得说，他们会不会来偷盗了？自救会按算18退场，会甲放伫台1线的布棚、货柜厝，还有红毛土甲刷走。10月7日会伫县府头前举办感恩暗会，若昆有公司伫结果进前是无任何回应。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国道3号路南婚林高客服务站的路段，第3暗6点外发生5台车相同的车祸，一个39岁驾驶不幸过往。警察调查讲，驾驶人若亲像是车害去，跩停伫内边的车道落车去看，讲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跩互后壁的车辆直接甲弄起嚟。后壁阁有3台车因为未互动嘛弄做伙，现场是无人啉烧酒。警方表示，去年国道10大车祸的原因，无注意头前车的状况，这款情形排第2，所以嘛要提醒驾驶人，驶车的时要保持安全距离，嘛要随时注意头前的状况。8月中的时，有一个旅游客伫垦丁耍水上奥多摆的时，去互奥多摆后壁喷出来的水去喷着伤，伫所以即马规世人拢爱装人工的尻川口。医生还佫专家是提醒讲，总共要耍这款水上奥多摆的时，防护衫一定爱穿几束的。水上奥多摆驶伫海面，随海涌起起落落，好算阁刺激。但若互车后的强力水潮喷着，迄是非常的危险。顶个月18号，一个旅游客到屏东垦丁耍水上奥多摆的时阵，无适宜互强力水潮喷伤尻川口，互业者送去病院，即马竟然爱到人工尻川口。当场在我们医院处理的，我们大概有处理过3例了。不过这一例可能因为疫情吧，这个是今年第1例。不然每年大概都会有这样子1、2例这样子的个案。就是我们没办法去控制它了，就会小公流、小long流啊，这个机会上多。医方表示，这几档水上活动真受欢迎，每档拢有游客因为同款的意外送来，大部分是女性游客坐水上奥多摆的时阵，速度真紧，也是短滑，无适宜跋落水，互水喷着。因为喷射水条是水上奥多摆向前的动力，力道真强，嘛造成游客下体、尻川口甚至肠啊受伤。水上摩托车的强力水柱是消防，有人统计过是那个消防水柱的80倍啊，所以如果说他就有穿泳衣的话，一般都没有办法经得起那个强力水柱的那个冲击，所以就直接射穿的职场。医生建议女性伫耍水上奥多摆的时阵，会使穿保护性较好的呛水衫，也是风干衫，嘛会使考虑伫游泳衫外口加穿一条下身的底裤，避免身躯直接互水喷着来受伤。记者陈焕武、柯正俊屏东高雄报道。地方风上头来看，咱台湾即马有一寡原住民的部落，拢小煞有开二手的物资站。伫屏东舞台的好地村，村长的太太嘛有咧经营即个公益平台，亲像衫裤、尿珠啊，还有佚佗物啊，这类民生物资，拢会当互族人来遮免钱来提，帮助有需要的家庭。甲衫裤、鞋啊，甲佚佗物为箱啊搬出来，摆起伫架仔顶。屏东舞台乡的李娜里好地村，村长太太刘莲花。结合高雄嘉兴的物资分享平台，设一个银角仔物资站，这些物件拢是志工甲民众的爱心捐助。那我们大田社区发展协会，他们就是集去募这些东西，去集这些东西，然后再发放到各个铜板站。感谢那个捐赠者、奉献的人哦。真的是很有爱心哦，很好的衣服啊，我们现在的东西都有呢，所以我来了5、6趟，每次来的时候都不一样哦。这款原住民物资站全台湾有16大，提供族人免费来找家己需要的物件。因为人家一看就会认为说是要给钱的，我就说不用，这个全部都是免费的。
我是不定期的开放呐，希望部落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来看，需要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告诉我，我在报到铜板乐园里面，他们就会帮我们找这个需要的东西。船长太太表示，物资站的资源拢是各界爱心，希望透过公益平台协助部落的弱势家庭，嘛期待有志者志工加入，甲关怀延续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看，咱台湾天然菜甲当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为着要互民众更加了解这个产业，南投埔里的龙南天然菜的博物馆馆长施玉富，用15天的时间，即马完成台湾天然菜100年史的一本册，希望要互大家更加了解这项技术。南投埔里镇龙南天然菜博物馆的馆长施玉富，为着互台湾天然菜的100年历史继续传承。用15年的时间完成台湾天然菜100年史的新册。像我们那个国立台湾图书馆，然后还有台大的图书馆，然后还有国外的像日本的国立国会图书馆之类的，又想收集所有完整的资料，帮助父亲，然后完成这一本书。要日本的呢吼，就讲东京大学的教授、明治大学的教授，阮日本的老师吼。甲即个做台湾大学的教授啊，伊是嘛，迄个做东京大学博士嘛，吼，伊都拢那个免费的做阮遮迄个做顾问。伊的意思呢，吼，毋是讲吼帮助阮个人，是讲帮助台湾安尼。早期做割菜仔这项工课，通改善真侪家庭的生活。伫一栋透天超30万的年代，割菜仔1公斤就有2000块的收入，但是做甲无暝无日是真辛苦。阮地方的人啦吼，包括伫东路落来吼，真侪人靠这割菜仔吼为生吼。割菜仔其实真辛苦，就是讲为暗时差不多11点一直割到好了后，当伊了休一下吼。迄个时阵若讲食一个泡面啥吼，天光就赶紧去收吼。天然菜的工艺和产业拢渐渐无去，透过这本新册，期待大家做伙来重视天然菜的工艺，佮有产业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新闻消息来关心，行政院伫今年4月份的时，有推动平均地权条例修法草案，限制内底有包括讲新建案的有收处签约了后，就禁止佮转卖，内底有5大措施。也毋过立法院甲大拢还未排审查，昨昏有民间团体甲立委同齐开记者会，呼吁立法院爱赶紧修法，毋好互人认为讲在话讲要压这差处价，拢是空嘴无字。抑制投机炒作，紧速修法通过，紧速修法通过。压制炒房，行政院第4月杀平均地权条例，不过立法院伫顶会期并无排审，基主权团体即届连同调解立委开记者会，呼吁接落来新会期国会应该要尽速处理，莫互人认为是咧做戏。行政院版的这个讯息通过了以后，那么这个交易量跟交易价格等等都少了30%以上，因为法律还没有通过，所以所谓的这个逃亡潮继续在逃，继续在转售，所以这个交易量相对的就在提高，达到20几%的这个量。基主权团体用数据表示，易售处若袂当转手，就会当压制投资客手买。不过修法一直无完成，未出咧加暗示爱加速插底线换约。不过因为接落来新会期是预算会期，就惊佫无机会排审，因要求爱加平均地权条例修正案列为优先排审。我们不希望又再看到是一个执政党行政院推的一个修法的法案，结果被执政党的立法院党团来去背锅。行政院提出平均地权条例修法草案，包括限制易售处换约转卖、管制司法人买厝等等，总共5项。基主团体认为，政府袂当干那放风声，就要更加坚定正视基主政治。记者伫甲不后开台北采访报道。观光局之前有宣布，要参加旅游团的民众，只要有加48点钟来快筛阴性的证明，就会使出团。江景怡即马有开发出一套 COVID-19 线顶实性快筛认证的服务，会当协助民众伫上短时间内摕到采检的认证。一透早，游览车已经准备要载民众出去佚佗，就请进前大家提出手机透过数位认证，证明家己的健康状况。
免阁了时间在现场体检。等待结果。其实前面10分钟就完成，后面是等15分钟是完成那个最后等待的时间，所以其实还蛮快的。有第三方认证才算公正，才有那个公信力。我想大家才比较相信，因为这种照相的，毕竟还可以移花接木吧。依照防疫规定，无注满3剂疫苗的民众，必须要有48点钟内快筛阴性证明，才使参加团体旅游。工研院即马开发出一套线顶视讯快筛认证服务，透过第三方单位的认证，民众免出门，得使先透过视讯摕到证明。在一些大型的聚会，在一个场合里面，像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点招叫招，啊，甚至在扩大到这种所谓的高科技产业，像在 IC 的封装厂，因为它的排班的班组人员比较稀少。然后你要调度班次不容易，还有飞机的机组人员，啊，这些都是可以应用在各个生活产业面向。除了民众出去佚佗用得到，这项创新服务袂使用在有防疫需求的办公室，也是科技厂房来提悬工作效率。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来关心嘉义县高雄南院捌设过一间嘉义文书厅。也毋过，即马空间变较细啊，展览的主题嘛，对文书厅改做文书展。国民党的智库就批评讲，资本嘉义文书厅的深度，即马已经完全拢无去啊。结合数位设备，了解嘉义的历史，希望透过这种方式，互文字甲相片资料会搁较趣味。啊，毋过国民党智库国政基金会召集人陈学成批评讲，高雄即马只存放宴会，连在地文化拢无注重。这完全违反博物馆的一个经营方向。嘉义的文史展览厅哦，然后把它缩小放到了伊斯兰的原本的祈祷室，只有原本的1/5的空间。嘉义文史展区的区位调整是针对观众参观的一个动线体验来做整体的考量。那我们期待大家能够实地到故宫南院来参观，也给予我们更多的一个指教。针对嘉义文书展的争议，地方文书工作者提出建议，高雄南院会当思考甲在地艺术家也是艺术作品来合作，用艺术的角度来了解嘉义。好，让国际友人也知道嘉义县的文化历史、文化文物，哈，它的艺术成就。好，那这样子的话，就跟故宫的博物馆的那个调性是吻合的。文书工作者指出，高雄的展览是国父展示，是国际级的展览内容。地方的历史传承应该是地方政府来做。希望高雄南园未来会当做一个平台，让在地艺术文化有让大家看到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有一间由慈善团体所经营的工厂，专门请目睭看无的人伫遮做事。这间工厂生产各种高品质的零件，若市场者伫遮食头路，嘛找到自信。伫这间工厂内面，一位员工当伫做事，看起来做甲真熟手。若无甲你讲，你可能嘛看袂出来，伊其实是一个青梅的人。这是美国西雅图一间非营利的慈善团体 Lighthouse 灯塔所经营的工厂。灯塔伫1918年就已经成立，高达超过100年啊！专门伫训练青梅的人一寡工作上的技术，同时嘛经营工厂，提供互因工作机会。亲像今年59岁的 Ramesh， 伊毋但目睭无看，连耳孔嘛是臭耳人。少年的时伫别位上班，连续4摆互无共间公司洗头路，一直到来这间工厂，总算是会当稳定落来。所以伊甲呾已经伫遮工作25年啊。So I really want to stay and continue to work until I retire. I think it's worth it. There's really great benefits for me, and I'm really happy here. 因为员工拢是目睭有问题的人，所以这间工厂会有一寡透过声音来指示的设备，嘛有特别放大字体的电脑荧幕，互弱势的员工使用。万一若是发生什么问题，员工只要去试一个开关，就会发出声音甲闪光，工厂的主管就会赶紧来帮忙处理问题。员工的表现若是袂歹，工厂嘛会搁特别栽培。亲像这位 Porter， 就派去外口参加一项4年的训练计划，即嘛变作是真专业的工程师，会当搁训练其他的员工。I was able to meet my wife here, and I was able to buy my first home. The greatest satisfaction that I get out of my job is to help others grow in this trade. 虽然员工拢是青梅的人，但是其实这间工厂每个月会当生产25万件各种的零件，品质非常好。连出名的飞行机波音公司拢是因的客户。It's given them an opportunity to hold their head high and do something that,
not everybody would expect you to be able to do as a blind person, manufacturing airplane parts. 这间工厂目前有158个员工，因希望未来开发更较多新产品，目标是10年以后，员工会当增加到1000人，提供予青梅的人更较多工作机会。记者甘延恩编译。较详细，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2度。 中部的温度上低是23度，上悬3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2度；外岛的温度26度至36度。 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